今日天气不错。是啊，皇上近日气色也不错。啊，皇上，参见皇上。哦，见过皇后了。是，皇后娘娘宣民女进宫，就是询问一下三王爷的康复情况。看来你与齐儿的婚事还要再往后拖一拖。皇上，皇上，不碍事。老了，不比年轻的时候了。皇上，恕民女冒昧，您这胸闷气短，神乏疲惫，是不是有一段时间了？哦，你对医术还有所了解？是不是偶尔还会忘事？久坐后还会有身体麻痹，连体重也有所增加呀？我看你呀，可以直接进太医院。刘太医说朕胸闷心悸，也给朕开了一些疏胆利气的汤药，可朕啊，不爱喝呀。皇上，依民女之见呢，这刘太医啊说的也不错，只不过呢，这病不一定要靠药来治。不过皇上，你以后一定要少吃盐，什么酱菜啊、咸肉啊这些的上不了台面的，您就甭理它了。贝类海鲜啊也要少吃，您一定要多吃瘦肉、豆腐、鱼汤之类的。偶尔呢也要来御花园散散步，相信很快就会不药而愈的。看来啊，你真是朕的福星。传朕旨意，待会儿把朕的汤药给停了，一切都听晴柔的。顺便去转告御膳房。是皇上。方才啊，朕看到晴柔了，她可真是朕的福星啊！一句话就解决了朕的汤药之苦啊！朕看晴柔姑娘气色不错，而且这段时间照顾琪儿的伤也是尽心尽力。琪儿的伤也快痊愈了，你吩咐今天间选个好日子，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。皇上，本来我儿与这晴柔的八字就不是什么上上之选，这大喜的日子又见了红，我听相国夫人说，这都是不祥之兆。又是相国夫人说，你是皇后，就应该有母仪天下的气度。这些都是内宅妇人之见，你也跟着起哄，以后不要跟他们说闲话了。皇上，这怎么是闲话呢？这关系到琪儿以后的幸福，我这个当娘的，能不希望她好吗？现如今，楚危未定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利用这个来做文章。有人说，晴柔这次被绑架是冲着琪儿去的，以绑架晴柔为名，实际上是想去伤害琪儿。甚至还有谣言说，这一切都是陈儿所为，这不是明摆着想挑拨兄弟俩的感情吗？你关心他们兄弟的感情是好事，但江山社稷的事情，你就不用过问了。皇上，我的心思你还不知道吗？这陈儿、琪儿都是我儿子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只怕是旁人动了不该动的心思，这历朝历代因楚危未定导致皇子反目的事还少吗？说句大不敬的话，日后无论兄弟俩谁继承了你的位置，我还不是一样，是稳稳当当的太后吗？我干嘛要给自己添麻烦？臣妾只是不忍心看着社稷动荡，骨肉相残呢，皇上。皇后的话也不无道理啊，朕一定会好好考量考量。哦，过几日就是牡丹花会，朕让他们二人替朕出席，届时朕要好好的
考量一番。舅舅，母后说动复活了吗？也不尽然，但总算有了进展。这次牡丹花会过几天就要开始了，这万花会看似平常，但其实是你和谢延琪对未来设计的一次交锋。皇上一定会派人前往观看，我们可要把握住机会啊！我已准备了多首以牡丹为题的七言七律，画作也在勤加练习，所以定不负舅舅所望，请舅舅放心。不，这还不够，我们必须要坐实你的储君之事。现在该麻烦悬空的老和尚了，我们给了他上千银两的香火钱，现在他也该为我们办事了。还是舅舅老练，那侄儿就静候佳音了。不知道嫣然怎么样了？别提他。你呀，就是嘴硬，明明关心未来老公还不承认，切！我哪有？我就是觉得我这未过门的要守寡了，多不好。嘿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王爷，你来了就好，你陪他在这瞎聊吧，我可要回去睡我的美容觉了。拜拜。哎，你也下去吧。是。没义气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屋里太憋闷，出来透透气。对了，这真是个好东西，改日叫你那位朋友来见我，本王必重重赏他。你不用赏他了，赏我就得了，我替他领了。这又是什么？这个呀，叫做足底石子按摩疗法啦，它可以按摩脚底的穴位，达到活血通络的效果。虽然开始呢会有些痛，但到了后来真的对身体有好处的。只是好奇。你看，你们这儿的星星多漂亮啊！真羡慕你们，一抬头就可以看到这么美丽的星星。在我们那里，想要看到这么美丽的星星，根本是不可能的。星星点灯，点亮我的家门，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。青柔，你怎么每日都如此开开心心？我们认识也很长时间了，似乎从未见过你垂头丧气的样子。我觉得吧，这人呢不可能遇见出门就捡元宝的好事儿，所以呢，开心呢也是一天，不开心啊也是过一天，而且不开心又能改变什么呢？所以干嘛不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呢？就拿你来说吧，你呢是皇帝的儿子，又是货真价实最顶级的高富帅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？是不是啊？哦，只是今日见到独孤，心中有几分不安呢。我与他刚相识的时候，他不是这样子的，我感觉他变了，我们之间似乎存在了隔阂。这人呢都会变的，而且呢，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句话，人生呢就是意外和变化。很有道理呀。可是亚里士多德是何人呢？就是我们家乡的一个教书先生啦。可这话说的颇有几分哲理呀。想不到一个教书先生竟然有如此的见地。可是有些情感是永远不会变的。
突然说这个干嘛？王爷，我家尹少爷被府尹派人连夜抓走了，说他私放印子钱，可这是绝对没有的事啊！王爷，你可一定要救救我们家少爷啊！启禀王爷，老爷命我接小姐回去，这么些天真是打扰了。老爷说改天定会登门致谢，还望王爷放人。小姐，老爷说了，只要您回去，一切都好说。再说，尹公子犯的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就算为了尹公子，你也不宜继续客居在此啊。你们这是威胁我？小的不敢，小的只是奉命行事。嫣然，你若是不想回去，我自有办法救尹浩。王爷当然有办法救尹公子，只是此事还要一番周折，真要闹起来，尹老将军的面子也不好过呀。不就是想让我回家吗？用得着这么大阵仗吗？我跟你回去就是了。表哥，你放心，我会回去跟爹说清楚的。那小的先谢过杜小姐了。小姐请。王爷，我们告辞了。王爷告辞。这个杜毅为了逼自己女儿回家，竟然敢随便乱抓人，真是有什么样的爹，就有什么样的闺女。可舅父对尹老将军不满由来已久，我就怕此事不会这么容易就算了。那他还想怎么着啊？先琦，照我说，你就赶紧把杜嫣然娶了，我看那老家伙怎么说。敢欺负我大哥，哼，找死嘛！你看着我干嘛？我怎么了？要不，如你所愿，我将嫣然娶回府里，这样你们二人当姐妹可好？你，那你娶啊！你。不孝女，怎么不躲在灵亲王府了？看到没有啊？他就是这样对待你的真心的。他是要去救尹浩的，可我不让。笑话！堂堂一个灵齐王去救尹浩，是你能阻止得了的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不就是想让我嫁给谢言辰吗？我答应你，但爹也要说话算话，放了尹浩，并且把证据销毁，以后再也不准拿这个威胁他。吃了苦头，才长了点心眼儿。好，也答应你，但万花会之前，你哪里也不许去，给我好好的在家里待嫁。哎，你好好的劝劝他。嗯。阿弥陀佛，不知相国大人唤老衲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你是个聪明人，我也不绕圈子了。1年1度的万花会占卜就要开始了，最后的结果，你应该是知道的。相国的意思是要老衲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占卜为窥探天意，老衲不敢胡言乱语。哼，你少装腔作势！别人不了解你的斤两，难道我还不知道吗？别以为你剃了度，走在这些高山大川，你就是得道高僧了。大师爷说了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既是占卜，
就未必是真的。你说是吧？那是。这些年多亏相国提携，不然哪有老衲今日啊？不过相国放心，此事老衲当鼎力相助。启禀皇上，1年1度的占卜结果，今年2个字：女星。凤穿牡丹，龙飞天。此签何解啊？天意所出，自有其意。皇上乃真龙天子，老衲断言，过不了多久，皇上定能明了天意。下去吧。阿弥陀佛。凤穿牡丹，龙飞天。皇上，这是皇后娘娘给您备的参茶，还嘱咐老奴让您多多休息。放这儿吧。对了，小秋子，这女星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奴也不知道啊。难道说是有一名女子会助朕的社稷振兴？那凤穿牡丹，龙飞天，又是何解呢？皇上，这会不会是和几日后的万花会有所关联呢？届时几位王爷都会前往，还有各公卿大臣家的小姐也会出席。难道说这凤穿牡丹之人会在其中？万花会。哎呀，我的孩子，你受苦了。没事，快扶他进屋。是，快点。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我看3王爷心意的人另有其人。青柔，你为何对这些空谈国事的书生感兴趣？什么叫空谈国事啊？你好歹也是个官二代，根正苗红的，怎么就没有一点当领导的意识呢？我告诉你啊，知识改变命运，学习成就未来，智慧铸就人生。学习挖掘机技术哪家强？中国山东找蓝翔。蓝翔？哎呀，这个不重要，快给我过来！快点！哎呦！听闻这2王爷有意娶相国之女为妻，这可是门当户对呀。哎，我听说这杜小姐呀，有着天下至高无上的命格。至高？那不就是母仪？听闻这杜小姐心仪的是3王爷，为了此事还闹了不少笑话。哎，杜府上下不得安宁。唉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嘛，不然他还能怎样？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我看3王爷心仪的人另有其人。哼，乡野村妇，无父无母，大喜之日即招来血光之灾，定是不祥之人。你为何在此大放厥词？皇上是明君，广开言路，社稷之事自由我们文人来探讨钻研。五色土祭天是为社，五谷之神是为祭。社稷2字指的乃是国土与民。为文人者，
自当上忠于君主，下怀于民生，为天下苍生而奔波劳苦。尔等不思国计民生，却在这里妄论闺阁女子，实为文人之耻，还不如田耕老农。这里的老板伙计也算是为国服务，可你们呢？这就是你所谓的学习成就未来，智慧铸就人生？哼，不听也罢。这人是谁呀？是啊，装什么？装什么呀？手这么大气，是不是？在绝望中寻找希望，人生终将辉煌。干巴爹，拜拜。这什么人？什么人呢？这是？说什么知识改变命运，荒谬。这个呀叫社会舆论，社会舆论可是会害死人的。文人的笔呢，可是一把锋利的刀啊。所以啊，我就觉得他们说什么杜嫣然的命格绝对不是空穴来风，不信你就等着看吧。哎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在我们老家那边呢，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女明星啊，就是女歌妓了，反正特别多人喜欢她。她在25岁的时候就自杀了，她的遗书呢只有4个字，那就是人言可畏。还说本王歪楼，本王虽不知你说的歪楼为何意，可你这楼未免也太歪了点吧？你这现学现卖的太快了吧？呵呵，多谢夸奖。嘿，打你！走了，不跟你玩了。哎，独孤，你何时来的呀？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？难得见王爷一笑，所以不忍打扰。哦，本王也说不出为何，一见着尹晴柔，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。王爷，我是来辞行的。哦，要去何处啊？一些私事，要去一些时日。需要本王帮忙吗？不需要，只是一些小事。独孤，容本王问一句，你要走，可是因为晴柔啊？不是，王爷多虑了。啊，那就早去早回。你闹够了没有？你们再管我一天，我就砸一天。等东西都砸没了，我就砸我自己。你不要啊，女儿，女儿别生气啊，女儿别生气。老爷，你都关了他这么多天了，也该让他出去走走吧。全当是去散散心嘛。要不然依咱们女儿这个脾气呀，嫁到灵王府，还不把王府掀翻了天呐？好吧，今天就是万花会，我就让你出去。到时候你要好好的表现一番。我不说，你也应该知道怎么办吧？尹浩那小子，我能抓他1次，就能抓他第2次，看着办吧。爹，我都已经同意嫁给二表哥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那日说过，再也不会追究了，并且证据也都已经销毁了，为何现在你还要这样威逼女儿？证据销毁了，难道我就找不到新的证据了？尹浩那小子的安危都捏在你的手里。走。娘，小姐，今天是城中盛事，各公侯世家的小姐、公子都会出席，说不定还会见到尹公子呢。到时候告诉他凡事小心，岂不是更好？杜小姐，我都听说了，大恩不言谢，以后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。
我会像对待亲妹妹一样对待你。别这么说了，现在想想，我以前真是好不懂事，还三番五次的让你给我收拾烂摊子。以后不会了，你放心，爹已经把证据销毁了。以后你凡事也要小心为妙。可是你真的要嫁给谢安辰吗？不嫁又能怎么样呢？再说这几日，我也想了很多。我对延琪表哥，其实想通了，也没有什么。现在能看着他开开心心的，也觉得很好啊。真的什么别的想法也没有了。你也好好的，别再让大家担心了。二哥，开始了。哎，你看，你看。热闹！大家安静安静，我们万花会现在正式开始，有请各位才子佳人献艺。好歹你也是皇子，赶紧上啊！二哥，你为长，我为幼，自古就有孔融让梨之佳话，还是你先吧。我的文采一向不如三弟，还是你来吧。看看你们，还是我先来吧。逻辑这么清晰，是啊。我居北海，君南海，寄雁传书谢不能。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10年灯。持家但有4利弊，治国不齐3折弓。想得读书头已白，隔溪园窟瘴烟腾。哇塞，思维好棒！既然四弟开了门，为兄就不客气了。才华！哎，又有位公子上，哎，是啊，这回有事啊。开封地脉，花醉疑。不对，他怎么知道这首诗的？至今犹为难道天下奇？孔双双在他那儿？花开真的花落假的20日，一城之人皆若狂。二哥的诗磅礴大气，又将这一城之人爱花之状描绘得如此生动传神，小弟自愧不如，甘拜下风。什么输赢的，不过是切磋罢了。王爷前夜做的那首《咏牡丹》，小女虽然不才，但也觉得真真儿是极好的。三王爷，不妨拿出来与我们共享吧，大家说是吧？是啊，就是啊。哦，你说那首啊，不妥不妥。如何不妥啊？小女真的是觉得是极好的。不如这样，我来执笔，轻柔吟诗。这美女咏花名，想必别有一番风情。好。芍芍药，腰无格。
池上芙蕖尽少啼，唯有牡丹真国色。花开时节动京城。我未曾料到过，我独孤远也有今天。等我再回来，我一定可以把它忘得干干净净。我从来都没有忘记我是谁，我该做什么。杨大学士是我朝第一个大三元，一向为文人典范。不知杨大学士以为这2首诗如何呀？杨某有话直说，不是怕得罪任何一位王爷，只是这2首诗真的是淡妆浓抹，各有千秋，不分高下。在下实在是难以评价，惭愧，惭愧呀！下面有请去年的花魁杜嫣然小姐。二哥，你看，跳得真好啊！准备好了吗？我歌舞都一般般，要是不来点特殊效果，怎么夺人眼球啊？哎呀，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。我呀，已经收集了一大袋的牡丹花瓣，等会儿你表演的时候，我就通过鼓风从房上往下撒，绝对是冷冷的发语无情地在脸上拍。瞅你那傻样！杜姑娘裙子上的刺绣啊，可是近来才出现在苏州城的凤川牡丹。这种刺绣啊，刚刚出现在苏州城，很是漂亮呢。是啊，还有她头上的钗，好特别呀！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花色。我早就听说啊，这杜大小姐啊，是引领京城闺秀美艳之首的。看来呀，果真是名不虚传呢。是啊，妹妹，这就是你有所不知了。黄金蛇还有个名字叫龙蛇，据民间的传说是有仙气的蛇，经过修炼和上天的考验之后，活过1000年会长出脚来。龙蛇经天劫后可以化去蛇身，成为真龙。据说这是上天让龙子下凡之前历劫锻炼的。嘿，阿柔，你听清楚了吗？这什么又是龙又是蛇的？你赶紧想想办法，别让他们得逞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但感觉不是什么坏兆头。我们呀，只要跟着杜嫣然走就对了。啊，牡丹、龙蛇，牡丹花瓣我们有了，可是龙蛇怎么办啊？哎，交给我。
下面有请尹晴柔小姐登台献艺。我以为当个花魁会有奖金什么的，谁知道就给了一朵大红花。你们主办方也真够抠的。晴柔，你为何如此喜爱钱财？因为钱最靠谱啊！哎，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我现在啊，拿去给德姑看。不用了，他走了。走了？他去哪里了？你为何如此紧张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朋友一场，那走了我应该给他送行什么的呀。送行？你不会挽留他吗？他走自然有他的道理啊，我为什么要挽留啊？哎，对了，你觉得我今天舞跳的怎么样？说起这万花会，我也觉得奇怪，你为何突然间转个不停呢？我记得你平常是不爱跳舞的呀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杜映跟谢言辰肯定在里面搞了什么幺蛾子，所以我就跟着杜嫣然就对了。他有牡丹，我也有；他有金蛇，我有小龙，肯定是玩什么上天旨意那一套，说什么他杜嫣然的老公肯定是未来真龙什么的，所以啊，现在被我一折腾，肯定坏了他们的好事儿。谁让我的未来夫君也是真龙呢？真是大言不惭。啊，你可别得了便宜又卖乖，我这还没过门呢，就为你到处着想，你可别到时候掉链子啊！别忘了，我的未来夫君可是上天旨意的真龙呢。竟有如此之事，照此说来，这两个女人都有兴国之兆，都有母仪天下的命格了。天无二日，国无二主，这岂不是荒唐？皇上，这万花会以后啊，老奴多了个心眼儿，派人到京城的金铺去查了一下，发现这数月前，相国大人就已经命人打造金龙发簪。您说，这会不会是？占卜之事，只有你知，我知，连皇后我都没有告知。哎呦，皇上，老奴没泄露出去呀。谅你也没有这个胆量，也没有这个必要。
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我对你这点信任还是有的，就当是巧合吧。堂堂相国，却把事情办成这样。我不敢直说二王子是真龙天子，只好让悬空的老和尚去说，即将嫁给他的女子是母仪天下命格，谁想到又被尹晴柔那丫头给破了。今日不查，谢言其必有防备，以后再用此类招数，恐怕更难奏效。不如在他身边安排个细作。公主所言甚是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哼，我养你何用？到手的花魁都能飞了，不争气的东西！从今天起，你在家里给我闭门思过，哪儿也别想去。爹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让我饶了你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你快些嫁给谢言辰，我就放你出去。那你还是管我吧。朽木不可雕也，你给我好好反省吧你。哎，我说哥呀，你能不能别再晃来晃去的了，跟个苍蝇似的。我头都大了。嫣然没能拿到花魁，回去之后他爹肯定又不会放过他，你叫我怎么能坐得住啊？哟，这嫣然叫的，可真够亲切的呀！不行，我得去看看他。哎，你别走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要万一他真的被罚了呢？那我就救他出来呗。那你打算怎么救？我说你不会就这么单枪匹马勇闯相国府吧？拜托你用脑袋想想，那相国府是菜市场吗？你说进就进，说出就出吗？哎，不然怎么办啊？晴柔说的有道理，你只身闯相国府，就算救得嫣然，也会因此祸及家人。越是慌乱之际，越要审时度势，慎重行事啊。这恋爱中的人智商果然是负数。不过多亏你有我这个好妹妹。难道你有办法？那当然了，还不快来谢我？晴柔，你若已有了计谋，就别卖关子了，速速告诉他便是。切，你们男人果然都是一条心。来，听我说啊，我们可以这样。哎，你到底会不会啊？哎，别瞎指挥。哎，我说晴柔，你这么帮助杜嫣然是几个意思啊？哎，我这哪是帮他呀，我是帮我哥，好不好？你看他那茶不思饭不想那劲儿，跟丢了魂似的。你说堂堂一个7尺男儿，竟然变得这般模样，哎，我实在是瞧不下去了。你呀，就爱心泛滥吧，等他杜嫣然从里面出来，再找你麻烦，你可别哭啊。就你话多。哎，阿广，旁边没有人吧？这个东西不会伤人吧？放心吧，比枕头砸人轻多了。麻利呼！哎，晴柔，你说你这个东西如果抛错了地方，被别人看到了可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外人看不懂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有署名，只有我哥的暗号。什么暗号啊？你就别八卦了，这是人家的小秘密，好吗？我们还是快走吧，别一会儿让别人发现了。走。小姐，外面院子里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你看看。来，给我看看。你下去吧。是。这是什么呀？
我这次来，是想让皇上赐婚，把嫣然许配给严辰王爷。哥哥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嫣然自小与琪儿亲近，你不怕她不答应吗？我这次进宫，正是嫣然让我来的。嫣然真的答应嫁给辰儿了吗？正是。这我还真就不明白了。还望娘娘成全。哥哥，我们是自家人，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？嫣然真的答应嫁给辰儿了吗？妹妹既然说是自家人，那我也就直说了。我们杜家有妹妹母仪天下，才有了今日的荣耀。我就嫣然这一个女儿，她的未来不光是自己的，也是我们杜家的。我明白哥哥的意思，我也想让嫣然继承我的后位，以确保我们杜家家门兴旺。可现如今，太子之事，皇上并无主意，你怎敢如此揣测圣意？若是皇上无意将太子之位传给辰儿，你岂不是算盘落空？那就养成妹妹了，立谁为太子，妹妹的话才是最重要的。哥哥越说越不像话了，都是我的儿子，无论皇上立谁做太子，我都无话可说。可你的意思是说我左右圣意，在自己的儿子之间做选择吗？娘娘息怒，我这也是未雨绸缪。毕竟皇位只有一个，立谁为太子，这是皇后娘娘必须要做的选择。与其到时候慌乱不堪，不如早做选择呀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坐会儿啊？偃月，臣妾做不到，做不到，做不到，做不到。看你那德行，既然夸下海口，要把有情人整成眷属了，那你就做到啊！记住了啊，什么时候都要学会处变不惊。哎呦，秦柔，王爷来了。何事如此慌张啊？还不是因为以浩那事儿吗？上次你不是说有解决之道吗？解决什么呀？哎，就往人家门口放一个纸飞机，那消息人家看不看得到还不一定呢。哎，你天天就知道损我，不损我能死啊？我郑重其事的告诉你，会，一定会的。你这纸飞机又是何物啊？罢了，本王倒有一计，可以一试。什么办法？不知本王说了可有好处啊？我说谢延琪，我浑身上下全是优点，就那么一点点的毛病你就学到了。拜托拜托，你就告诉我吧。事到如今，只有让父皇母后相信他二人两情相悦，才能让父皇下旨赐婚。下旨赐婚？对啊，皇上金口一开，任谁都不能反驳。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了。你又有什么歪点子？唉，我嘛，只是想去找一个人帮忙。谁啊？当然是我们最最可爱的小四啦。小四？哎，帅哥，一个人啊？我正觉得无聊，正好你来了，来，陪我喝2杯。喝酒嘛，好说。不过呢，本姑娘是来找你帮忙的。哦。你要是答应我呢，我就陪你一醉方休；你要是不答应我，不行，你必须答应我。帮忙还必须？那我得听听你这事儿有意思没意思了。废话，没意思我能来找你啊？
说来听听。我希望你能让皇上帮忙赐个婚。赐婚？父皇不是已经给你和三哥赐婚了吗？不是我，是尹浩和杜嫣然。亏你想得出来啊！怎么着，你就这么怕杜嫣然把三哥抢走，这么着急把她嫁出去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他们两个是两情相悦，好吗？而且我浩哥都为了这事儿急出病来了。先说帮不帮？你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万花会的时候，我看他们俩眉来眼去的。没想到我嫣然表姐还挺有趣呀，明明说非我三哥不嫁，没想到居然和尹浩。知道什么叫做缘妙不可言吗？小四，你就帮帮我吧。不帮。哎呀，小四，你就帮帮他们吧。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？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这个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。这件事儿我可不想插手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一向不插手哥哥们之间的事儿啊。我呀，只想做这花间一壶酒。不对，你情绪不对啊，小四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？哎呀，别喝了，有什么事儿你就告诉我嘛。就咱俩这关系，我就给你平了。这事儿，你可平不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晴柔，你说尹浩和杜嫣然真的是两情相悦？那当然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和你做一回月下老人。说吧，让我怎么帮？太赞了，够哥们儿。其实啊，特别简单，就是想让你去劝服一个人，然后演一场戏。快，说。母后，王爷，儿臣参见母后。是萧儿啊，今日怎么这么乖，早早就过来请安。母后，儿臣多年来四处云游，很少陪在父皇和母后身边，如今回来了，自然要勤快一些，多陪陪母后。对了，母后，儿臣知道你喜欢花草，特意搜寻了西域的奇花种子，进献给母后。你能有这份心意，母后很是欣慰啊。母后，儿臣听说，嫣然表姐被舅父禁足于府中，已多日不曾出门走动了。是啊，这事我也略知一二。嫣然也曾托人带了书信来，希望我劝说他父亲放了他。我也正为此事为难呢。不知是因为何事呢？还不是因为他的婚事吗？你舅父希望她嫁给你二哥，他不同意。可儿臣听说，嫣然和尹浩已经是情投意合，两厢情愿，难道舅父不知情吗？尹浩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千真万确，儿臣不敢隐瞒母后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怎么平白无故多出个尹浩呢？儿臣听说，嫣然表姐常去三哥的府上，其实是为了尹将军。依儿臣看，母后何不做个顺水人情，劝父皇赐婚于二人，也算是成就了一桩好姻缘。那怎么能行？尹浩只不过是个臣子，就算尹老将军战功赫赫，尹浩将来也顶多就是个将军。再说了，我已答应你舅父，求皇上将嫣然许配给你二哥了。母后，儿臣认为此事万万不可。为何？您想啊，嫣然身为相国之女，再嫁皇子，必将引起朝廷上下震动。母亲可知，自古以来，那些外戚专权的下场吗？
就算母后和舅父没有存在那样的心思，可万一父皇怀疑起来，母后又如何说得清楚？再加上满朝大臣难免闲言碎语，这对母后和舅父的清誉是无益的呀。这我倒是没有想到，可我已经答应你舅父了，现在反悔，他恐怕也不会同意吧？不如母后先把嫣然表姐召进宫来，我自有解决的办法。好，好。大人，何事惊慌？刚才宫里传来消息，说小姐服毒自尽了。什么？皇后娘娘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早上我与嫣然提起，要将她嫁给晨儿，没有想到，她竟然服毒自尽。此刻御医正在诊断，也不知道这条命还能不能保住。皇后娘娘，相国大人，小姐服的毒甚是奇特，臣无法断定，脉象也犹若悬丝，无法判断，更无法下药啊！废物！你要是治不好小姐，我饶不了你！臣无能，望大人恕罪。皇上驾到！嫣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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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啊！嫣然，放手！你快点放手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请皇上恕罪。皇上，没想到小女的事惊动了皇上，老臣罪该万死。找到解毒之法了吗？启禀皇上，此毒貌似来自西域，臣一时半晌还找不到解毒之法。你说此毒来自西域？是。父皇，儿臣曾经游历西域多次，见过西域的巫蛊之毒，不如让儿臣一试，给嫣然诊脉。好，去吧。父皇，以儿臣推断，此毒乃是西域的五虫之毒，毒性虽不猛烈，但难以根治。恰巧儿臣在古书上看到过解毒之法，不如让我给嫣然煎药吧。此方甚好，那你去吧。走，请。父皇，父皇，药已煎好，只是有几味药引都是毒药，眼下只有以毒攻毒的方法才能治愈啊。那，快给他喂药吧。慢，此药毒性不弱，必须有人试过，观察无恙之后才能给病人服用，否则毒上加毒，就真的无力回天了。我来试药。慢，尹老将军就你一个独子，你要出什么事，那让朕情何以堪呐！启禀皇上，尹浩已对嫣然心有所属，若是嫣然死去，尹浩也不会独活。这药无需别人来试，必须我来。大哥，你疯了！脉象平稳，也无大碍。太好了。
嫣然，嫣然，你醒醒！醒了。嫣然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好啊，醒了就好。燕浩，你立了大功一件，朕一定要嘉奖于你啊！启禀父皇，尹浩替嫣然试药，赤子之心感天动地。既然两人两情相悦，还请父皇赐婚，不如就让有情人终成眷属吧。这皇上万万不可呀！燕浩不求皇上赏赐，只求皇上能让我与嫣然成婚。父皇，儿臣也请您赐婚于二人。皇上，既然这样，还是问问嫣然的意思吧。如果嫣然同意，何不成全这桩美事呢？嫣然，你意下如何呀？